来看高雄中山大学化学系特聘教授陈君豪的研究团队最近发展出一台机性的电解海水制造氢气的原型机。当海水净化了后，佮再经过处理，产生氢气佮有纯水成本是比目前的方法加100倍，制定嘛较安全。 甲海水净化了后，建立这台机性电解海水制氢原型机，配合内部催化剂推动反应进行，得当产出氢气甲少量的纯水。实验数据显示，氢气纯度有97%，气度水气了后，氢气纯度达到99%，非常适合伫咧半导体工业使用。国中小学教材里面比较知道的是。 我在酸性情况之下可以电解，那电解的时候就会产生氯气。现在比较采取的方式是用碱性的方式去做这件事，碱性的方式就会避开产生氯的电位，在化学上会有这个特色，所以我就会从海水直接得到氧气跟氢气这样。 这台原型机会当讲是全球第一个，因为英国产氢拢是利用淡水，未来乃当对海水转化做氢气的，唔免搁再对淡水取用，唔免搁再甲民生工业用水抢水，成本乃当降做传统产氢的1/1。那未来我们的期许是说，在很多用不完的绿电，或者是说绿电发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需要，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正好没有需求。 那我们可以利用它，把它转换成氢气，储存起来，以备你需要的时候拿来用。团队讲，原型机当中的催化剂因为有保护性，去互遭受海水侵蚀的问题，嘛因为选择机性产氢，会当互有毒的氯气降到上低，甚至是零产出。因为绿电当中，亲像太阳能、风力这电解水产生的氢，又搁叫做氯氢，会当减少碳的排放，会当吸引业者做伙研发，大规模运用伫咧产业。 对减少碳的排放会有真大的帮助。记者高雄报道。